今日嚟到港島西人氣地段堅尼地城，呢個就係位於爹核士街嘅新盤，共提供125伙，主打1房至2房，實用面積由284尺到412尺，細而精，啱晒上班族同投資收租。由呢度行過去，大約4分鐘就到堅尼地城港鐵站，附近仲有電車站、巴士同小巴，無論返工、出街定夜歸，交通都好方便。講到生活配套，呢區真係唔使擔心。附近有快餐店、茶餐廳、街市、超市，日常起居，落樓就全部搞掂。呢度就近香港大學，一帶有唔少文青咖啡店、特色小店，好多港大學生同年輕專業人士都好鍾意租住喺呢區。行多2步，旁邊就係超人氣嘅網紅打卡位，影相、散步、睇日落，一樣都唔少。總結一句，交通方便，生活成熟，租務需求穩定，無論係自住定投資收租，呢個新盤都值得你留意。市場消息有聰明，錢部署大手購入，真係要拭目以待。想要更多資料，請私信我。